马祖，相信大家拢知影北港马。但是你敢知影，咱即个所讲的北港，伫咧较早号做本港，是一个非常佳雅的港口。每一年的北港朝天宫迎马祖活动，内底有保留真侪超过100年的传统。即摆就对着阮，做伙来参与这场闹热的宗教盛事，熟悉气候文化部指定做国定古迹的北港朝天宫。3月小马祖，相信这句话大家拢捌听过，其中一定爱来感受一摆的，就是北港迎马祖。到底这北港迎马祖的由来是啥物呢？今仔日请大家跟我做伙来感受这个重要的民俗盛事。讲到北港朝天宫，庙外口是靠围仔的石像，是骨卡的形，用台湾观音石来起造。围墙头顶上互人注意的，就是这4尊海龙王的石像，希望会当保庇大家海上平安、风调雨顺。搁有，伫朝天宫山传殿头顶有一个真特别的，就是共反光庙角。伫台湾早期的庙寺，定拢会当看到。这共反光庙角的意义共化真济。有人讲，迄那亲像是红毛番荷兰人，嘛有人看伊皮肤乌乌，讲可能是印度的努力。但是不管安怎，这款特别的设计，展现早期台湾庙寺的艺术特色，嘛互大家感受到迄当时社会文化多元的模样。要未来朝天宫爱记哩，爱抬头哦，哦，足水的呢。咱即个看到这座长期八角提督结幕，会使讲是北港朝天宫艺术建筑真有代表性的一项作品，是由当时真有名的艺术陈应兵来制作的。制作方式非常特别，长边的用4支结构，底边的用2支，拼接了后向外放射，所有连接的所在一支钉拢无用到。遮尔有路的手工，大家来到这一定要抬头欣赏一下哦。咱即马入来的就是正殿，嘛是规个朝天宫的中心。你看，伫正中迄尊较细尊的妈祖神尊，就是当年手柄飞翔请过来。这有一个传说故事，要甲大家讲，当年手柄飞翔来到这，伫这休困，迄当阵这是一口古井。休困了后，想要继续赶路，也毋过这妈祖娘娘的神尊是安那拢煞袂行，只好咧伫遮停卡。所以嘛有人讲，朝天宫这个位是妈祖娘娘伊家己选的。行过正殿，咱入来到观音殿。伫头前有一支钉仔，是上出名的孝子钉。这个故事是咧讲当年先民渡海来台是偌尼啊危险的代志。伫咧迄个时代，台湾海峡互人号做乌水沟。当时一对母仔囝互海涌冲散，一个生肖的囡仔互渔民救起来。伊来到朝天宫，伫妈祖面头前双脚跪落地。伊讲：请妈祖娘娘指示，若是我找到爸母，就互这根铁钉仔钉入去这石棒内底。结果铁钉仔真正就安尼钉入去石棒，落尾嘛真正找到爸母，几个伙仔团圆。伫咧观音殿头前，这对龙条，有人讲是台湾有落款的年代上介早的一对龙条。哦，迄顶悬有写字哦，迄写乾隆乙未年。大家详细看早期的龙条，甲咱即阵看到的龙条真无同哦。因为早期的龙条拢是对中国克服，才运过来台湾。行伫咧运送的过程中去磕着、伤着，所以就较少用透雕的设计，是毋是真趣味？大家来到这会记哩详细看哦。
伫文昌殿头前，即块雕刻足精美的石刻，双龙戏珠，用华语来讲，叫做玉鹿。伫遮我来补充者，咱即个看到即块玉鹿哦，是伫咧道光20年，也就是1840年的时阵，由转交新德太后来捐献给妈祖的。经过百多年，顶悬的刻痕哦，犹原是真分明，所以即块嘛去号做台湾上水的玉鹿哦。坐一轮朝天宫以后，相信大家对北港妈基本的熟悉啊吧？安尼，咱即个就来参悟北港朝天宫的迎妈祖。咱即个参悟的这项庆典，是叫文化部订落做重要民俗活动，伫每一年旧历的3月19、20这2天，拢会举办盛大的绕境活动。其中，北港朝天宫综艺团、摇板、礼炮、各界高车表演，拢是参加这项活动袂使无看到的美感。足闹热的咧！哇，今仔日是农历3月19，我这透早吼，你甲看足侪人哦，会当看到迄是布马仔哦，布马仔就是呢，行伫咧几个顶头的上头前。老师好。你好，你好早。今仔日哦，我遮有真侪人足闹热的呢。好，阮遮吼北港朝天宫哦，3月19，阮就是阮北港朝天宫哦，的妈祖御未收天后宫来到咱北港朝天宫遮呢，这个所在登陆，庆祝的日子啊，就是登陆的日子。所以阮就为了纪念这个登陆的日子吼，所以阮3月19、20，阮就是安那，有这迎妈祖，迎妈祖来绕境，因为绕境来祈求呢阖家平安。40，有当来。请妈祖吼，去拯救安坐。乡下平住，平安环境吼，该来因先生所咱做的消息员吼，8点45分来庙口点第2号。台湾起码炮，咱就准备到庙来准备上班。伫咧起码炮还未放，妈祖队伍还未出来时阵，咱来看一下骑过车这边准备的情形。老实讲哦，伫咧较早要上骑过车有真侪限制。唔是每一个人拢会使上车表演的，但是这几年啊，愿意来参与的少年囡仔是愈来愈多，较早的思维都安尼拍破的，互即摆骑过车表演的形式是愈来愈多元。哇，你好，你哪会遮水？我对4岁就开始装咯，10年啊，我已经差不多14岁了。哦，已经有10年哦。这是一个北港囡仔的童年。拢爱顺绑好，绑好。你会当看到迄小朋友吼都有绑这个安全带的意思啦，因为迄车哦伫咧顶档嘛是真危险哦。这顺序吼是讲，愈细汉的小朋友呢，都坐愈头前，等一下因都准备要出发咯。老师，拄则有一个嘣一声，迄足大声的，迄是啥物？迄起码炮，咱起码炮有3门哦。第1门就是安怎，叫你爱准备，你参与的人哦，在顶头行到第1门，你就是爱准备。第2门就是讲呢，恁大家爱出发来到这个会场遮咯。第3门就是要出发咯。迎妈祖的庆典当中呢，有真侪人伫咧放炮啊！这食炮的方式呢，有分3种。头一种就是堆炮，甲炮啊吼放好一堆，新桥啊位头顶经过，伊就点炮啊互爆。那第2种咧，就是炮棒，就是呢，甲这个炮啊吼，甲伊放互棒啊形安尼，才来放。
过来就是上特别的礼炮。若是讲到礼炮，我就要好好来介绍一下。这礼炮哦，是北港迎妈祖的炮会庆典当中上特别的点炮方式。点炮所用的犁，就是咱较早做厂人所用的牛犁，甲犁烧红滚滚，炮啊规支位头顶甲运落去，用迄个方式点炮，一方面真紧，另外一方面嘛，互迎妈祖的活动看起来搁较闹热。老师，这礼炮是较早都安尼放吗？较早嘛是安礼炮，咱规条街就是拢咧礼炮。即阵哦，为了恢复啊，一家人尔，一个象征性。啊，无较早规条街拢礼炮。哎，你喺入庙咯，要出庙拢规条街就是拢咧礼炮。炮仔表演看煞了后，咱赶紧对着绕境的队伍。伫这2天的绕境活动当中，行伫上头前的是报马啊和北港综艺团。目前呢，综艺团的成员有超过200个，当然上显目的就是妈祖的护卫千里眼和顺风耳2位将军。当地居民哦，若是看到这2位将军行过来，就表示妈祖娘娘得要来哦。刷落来，咱即个看到的是金城村开锣鼓，历史嘛是超过100档。根据地方耆老的讲法，这个开锣鼓阵是由北港地方士绅伫1865年来创立，一直到即个保留落来开锣鼓曲已经超过300首，所以伫每一个迎妈祖，因拢是行伫队伍的上头前。绕境的队伍一路的往南驶去文兰港、北港市区、新街啊、碧水寺，还有文港北街。同时阵，庙口的艺果车嘛开始出发了哦。即个看到的艺果车表演哦，其实要追溯起来，上早会使讲是伫咧当朝民间的活动就有啊。当时叫做山车，也是鹿车。啊，若是伫咧台湾，伫咧1772年就有记载。后来一直到日本时代，阁有加上诗文的元素，所以迄当阵封号做诗艺果。过来阁有配上音乐，规座车的形式嘛，为较早的人力牛车演变到即个，就亲像一座行动的戏棚啦。疼啊！玩具耶！耶！给我！这是啊！咱是有机会邀请大家做伙来参与这项重要的历史文化盛典，唔但会当得到妈祖娘娘的保庇，这嘛是足好耍、足趣味的活动。